扁鵲鳥願在扁康健康展回顧，港台篇，韓方世界化的領頭人。著名的韓國名醫徐孝石院長被韓國版福布斯雜誌稱為韓方世界化的領頭人。經歷50多年研製發明的扁康丸，至今已治愈16萬鼻炎、扁桃體炎、支氣管炎和皮膚過敏等疾病的患者，遍及世界30多個國家，被評選為患者最想見到的韓醫師之一。活動回顧：一、台灣2018年10月10日，徐孝石院長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了健康講座，他從傳統韓醫的角度，介紹了其獨特的扁康療法。台灣講座爆滿，現場問答精彩紛呈。徐孝石院長認為，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扁桃腺炎、支氣管炎和皮膚過敏等疾病。扁康丸徹底清除了肺部積熱。二、香港2018年10月13日，韓醫熱席捲香港，以清肺聞名的扁康名醫徐孝石院長，繼在台北講座引起熱潮後，又抵達第2站香港，繼續舉行健康講座並介紹其獨特的扁康療法。徐孝石院長說，這次來港是要將清肺治療的想法，讓香港市民聽完講座，引起共鳴的話，這就是新的健康之道。我就是帶着這個期盼來到香港。徐孝石院長公開了異位性皮膚病、鼻炎、哮喘等疑難病的治療原理。東方醫學治病治本的醫療觀念，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扁康丸病患的真實病例反饋：一、異位性皮膚炎痊癒。秀珍，韓國，6歲，是個像拇指姑娘一樣的女孩，比同齡的孩子個頭小，笑起來很討人喜歡。但她出生6個月時，開始出現異位性皮膚炎，柔軟的皮膚像草莓一樣充血，症狀漸漸嚴重。一到晚上奇癢難忍，因為抓撓導致臉上、身上到處是傷口，流膿水。後來，秀珍的母親偶然通過電視節目知道了扁康丸，吃了扁康丸之後，開始有了驚人的好轉。電視台每隔1週去拍攝一次秀珍的情況，在2月份第一次診療以後，3月份進行節目拍攝。當時電視台工作人員都大吃一驚，因為秀珍的皮膚沒有了血痂，長出了乾淨而有光澤的新皮膚。短短2個月後，電視台4月份再去拍攝時，秀珍的媽媽說，草莓公主變成了白雪公主，非常感謝扁康丸的療效。二、過敏性鼻炎康復。Judy，洛杉磯，74歲，從小就有過敏性鼻炎，常感冒。10年前開始出現哮喘、咳嗽、胸口悶、心跳加快，自己感覺隨時都會暈倒，隨時都有生命危險。2016年4月開始服用扁康丸，所有的西藥都停用了。自從吃扁康丸之後，感冒明顯減少，服用6瓶後，不再感冒了，頭也不暈了，哮喘、鼻炎也好了。Judy 回憶說，2016年10月回台灣老家，見到久別難逢的親人，他們都說我非常精神，臉上的黑斑都沒有了，比妹妹還年輕。現在我的身材、體力都非常好，到處去爬山、旅遊，誰都看不出我已經70多歲了，真是感謝扁康丸。3、清肺之後哮喘被治愈。周女士，舊金山，67歲，從30多歲開始就哮喘，病情嚴重時要看急診，咳嗽很厲害，呼吸困難，不能躺下，不能正常工作，連家務活都幹不了，中西醫都看過，沒什麼效果，還經常感冒、流鼻涕、鼻塞。10多年前開始，
又患上了皮膚過敏。5年前雙手關節腫痛，左腿膝蓋以下腫脹。因為身患多種疾病，體質越來越差，感覺全身都被痛苦包圍着，沒有一塊好受的地方。周女士說道，看到扁康丸的介紹有一段時間了，經過再三考慮，和先生商量後，於2016年9月開始服用扁康丸。服用第一瓶時，出現排毒現象，皮膚過敏發得很厲害，非常癢，撓的流膿水。第二瓶的時候，皮膚好轉，雙手關節腫痛明顯減輕，富貴手逐漸轉好。服用第10瓶時，手指關節開始消腫，感冒、哮喘完全好了。第12瓶時，腫痛消退一半。現在，我還繼續服用扁康丸，相信我的身體會越來越健康。4. 肺纖維化明顯好轉。李女士，台北，60歲，身高為158厘米，體重大概在55到57公斤之間。她曾在10幾歲的時候得過肺結核。她敘述到，2015年開始咳鮮血，醫生診斷為肺纖維化。2016年由於咳血造血管栓塞，發現是支氣管擴張。服用扁康丸之前的病症現象是，每10天左右就會出現一次大量的咳血現象，每2、3個月就要去醫院打止血針，醫生經常開一些口服的止血藥。平時咳嗽非常頻繁，痰也很多，經常感冒，差不多每2、3個月就要去醫院靜脈注射一次，每次都要治療1週的時間才會好。經常感覺到呼吸困難、氣短，經常是在感冒之前會頭痛、頭暈，睡眠非常不好。2016年在大紀元報紙上看到了關於扁康丸的介紹，同家人商量之後，考慮再三覺得還是要試一下。於是，在2016年10月開始服用扁康丸。自從服用扁康丸之後，發現感冒明顯減少了，痰也比以前少了很多，也不像過去那樣氣喘了。咳血的頻率明顯減少，咳血量也少了很多，氣息比以前好多了。去西醫那裡檢查，顯示肺出血的部位得到抑制。就連那位對中醫的治療方式不太理解的醫生也建議我繼續吃扁康丸。現在已經沒有咳血的現象了。自2018年以來，到目前為止只感冒了1次。現在呼吸困難的狀況明顯改善，氣短的現象也少一些了。白天咳嗽比之前少了很多。扁康丸不僅給我帶來健康和希望，也給我們全家人帶來安心和快樂。扁康韓醫院徐孝石院長。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肺為五臟六腑之首，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從根源上解決哮喘、鼻炎、皮膚病、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哮喘、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的主講人，著作包括扁鵲鳥願在扁康世界人的健康保鑑扁康傳統醫學奇蹟等，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力。扁康丸全球服務中心諮詢電話：北美800-210-5501，台灣02-7753-8122，香港852-3892-8241，歐洲4420
39232740，新加坡6567976924，澳大利亞1800066099，網站 www.pyeongchang.us， 郵箱 pyeongchang.us@gmail.com， Line ID @pyeongchang.us， WhatsApp +18002105501。Unsubscribe.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007811@gmail.com from Pyeongchang, US 229 West 第28 Street 6 Floor, New York NY 10001。